接下来这位，他来自哈萨克族。虽然他是一位90后的歌手，但是他是很多人的骄傲，也是很多人的偶像。该我了。哦。到底他有怎么样的魅力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来阿伊达尔汗，有请。加油！加油加油！在老大之后唱歌简直是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加油！我觉得超级紧张，我很尊重这个舞台，所以我很看重它，看重它对于我会是什么看法。当我一开始听到《天籁之声》这个节目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民族音乐人一个心声。每一个少数民族音乐人都希望看到民族音乐和世界接轨。阿来，你在这个舞台上的任务是用你的音乐让我们听到哈萨克族伟大的民族音乐传统，领略哈萨克族的文化。从这个任务去出发，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哈萨克的民歌的特质，就是它在很多时候都是用来记载历史的。我接受到任务的时候，我已经想到我要唱什么歌了。我要唱的这首歌叫《萨马勒山》。这首歌是在记载沙皇时期占领了哈萨克草原，然后让哈萨克所有的当时满16岁的孩子们都去参军。这首歌就是当时哈萨克青年去打仗的一个历史。我一直在想怎么去表达，我要怎么样讲述这个故事才会更贴切的让观众朋友们了解萨马勒山或者了解这段历史。萨马塔，所以我在编曲里面的和声上面想了很多，因为和声就是颜色，你要用什么样的色彩去表达你现在要表达的这些情绪。和声的色彩上面有一些太花哨的地方，我甚至自己都觉得，我怎么可能把这样一首民歌弄得那么花哨呢？很生气的就会去把我之前写好的一些和声都扔掉。然后不停地再去想，怎么样可以真诚贴切，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深沉感，从静到那种撕心裂肺，只有这样的去唱，才可以去把它表达得更好。再把民族音乐做世界化，让观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一起去形成。这是什么东西？好有特色。
前遇到了一匹狼，对，慌了。hayran elim şalkar gülüm ne bolar saldat bolup ayday bir gün yesimim kayta kayta kısıverdim kırcık indik keskin ayda hayrancı Sevmez, yavdan da bayavmez 15 gündü sürgeni de 11 hakkayı Жасым бар, хосны сәлле, жылым сыр, тағдырдың айдауы мен айдай, кеттім қиырай. Samalda hayran elim Artta kaldı Adastan ürresinin ayday Biz bir yıray Haddimiz şeyevmez Şeyevdan da mayevmez 15 gündü sürgünü de 11 hakkayı dayavmez Herkes şişim bari dal Şas sittin kere dal Ussal saldırgan 16'nın gey Zarina Biz şeyevmez, şeyevdan da bayavmez
是，你看这个，你看他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然后而且他那个爆发力很强啊。谢谢大家，谢谢我的对手兄弟们，谢谢谭老师，谢谢所有乐队老师，谢谢我的伴唱，谢谢。听到阿来的这首歌，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首歌记录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年轻的人们走向了战场，被迫同敌人去作战，只为了能和家人平静的生活。撒马勒山，我挚爱的故乡，你曾就那样的留在了我的身后。战争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灾难，通过民歌把这样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广为流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承民族音乐的意义。我觉得今天无论观众还是舞台还是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到特别舒服，很温暖。谢谢大家。哇，厉害厉害！你这气势，对，这气势太过分了。太可怕了。谢谢阿来深情又忘我的演唱，谢谢。亲爱的